香港最大嘅吸引力係乜嘢？如果用英文嚟講就好簡單，香港可以令你 work hard, play hard， 生活完全符合我心中嘅要求，你唔會覺得悶，生活多姿多彩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曾經喺接受媒體訪問時咁講過，而家第15屆全國運動會正喺粵港澳三地如火如荼咁舉行，記者亦親身感受到香港市民運動生活嘅豐富同多元。作為15運會香港賽區首個開賽項目沙灘排球嘅舉辦地，位於繁華商圈嘅維多利亞公園，除咗有為比賽特設嘅專業沙灘排球場，仲有一個俾市民同旅客免費玩樂嘅比賽村，入邊有迷你沙排場、擊劍、籃球、鐵人3項等遊戲攤位，好受歡迎。市民可以喺遊戲入邊體驗香港作為主辦地嘅運動魅力。喺記者嘅隨機訪問中，香港人講到自己最中意嘅運動，答案多姿多彩。除咗跑步、足球、籃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呢啲常見項目之外，帆船、擊劍、馬術等小眾運動亦都屢次出現喺佢哋嘅答案入面。可以話，香港嘅多元唔單止體現在建築風格、文化同社群結構等方面，亦都充分展現喺市民嘅運動生活之中。以承辦沙灘排球項目嘅維多利亞公園為例，呢度嘅沙排場係由足球場臨時改建而成。除咗呢個之外，公園仲設有曾經舉辦香港網球公開賽同國際網球賽事嘅網球場，仲有游泳館、排球場、草地滾球場、籃球場、中央草坪、模型船池同兒童遊樂場等等。呢啲設施全部免費或者以相當低廉嘅價錢開放俾公眾使用。香港寸土尺金，好多中小學因為土地成本高，校舍面積有限，運動場地通常唔大。雖然硬件有局限，但學校都能夠透過靈活同高效咁運用空間嚟彌補不足。好似嶺南杏兒紀念中學就有2個籃球場，可以隨時改造成排球場、羽毛球場或者5人制足球場，方便學生開展多元化嘅運動。喺維多利亞公園，香港人對運動嘅熱愛得到最生動嘅詮釋。喺呢度，運動唔單止係競技，更加係一種生活嘅藝術，一種將多元同活力融入日常嘅智慧。或者呢個就係香港最獨特嘅魅力。